请收看成王爷阴阳判。是啊，精神啊了，精神啊了，精神啊，精神啊。是啊，你看因着咱了。哎，你哪讲这样呢？伊是人呢，不是神呢，伊看袂着咱。对，咱也是先想一下。好想。恁要去倒啦？伊看着咱，当然嘛看会着你，哪会看袂着？系啊，恁看伊的运动，看因头。谁要看你啦？看伊啦！哎，夭寿哦！你甲注意看伊个额头，所以发光呢。哎呀，额头发光，安尼我知啊，这就是拄则有去互看伊咯。开头了，即摆你看伊的目睭，天眼开啊！你真正看会着阮哦？我要是甲恁讲过啊，恁哪拢唔相信啦？要无是看袂着恁才是正常的心啦。那安尼，你敢知影阮是啥？你哦，你毋就是讲甲我讲家己是天女迄个查某的？是啊。原来我迄敢毋是伫咧做面梦哦。阮呢？哦，你七爷，你八爷嘛？还是我还搁伫咧做面梦啊？你真正看着阮哦？这一切拢是缘分。小爷，我阿弟啊要来行冤啊啦！我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啦。真好，可阿弟啊，你的冤屈已经洗清啊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就要好好做。是啦，多谢成风爷，我一定要好好做人啦。你这是各位先生啦，歹势啦，我迄一天哦，我阿弟啊，毋捌代志无礼貌啦，你多多包涵啦吼，歹势啦。多谢吼。阿嫂，阿嫂，阿嫂，我有炸一寡物件来互你食，你有较好无？拢是迄夭寿金子，甲我害甲凄惨落去。伊还佫讲是我害死我大家，甲我害死。我真正无做这款的代志，你爱相信我。阿嫂，我相信你啦。真是，你真是相信？你敢真是相信我？我当然嘛是相信你啊。我连这句话，就算我死，我嘛甘愿。
卡苏若是阮阿嫂下毒，那你到底是啥物人？对啊，阮大家嘛是拢安尼想。啊，不过吼，天女伊有疑点了。查某囡仔就一字啊，烦呐！印度不得不礼，女人的伟大，毋是你这款年纪会用体会。你哪会用安尼对天女讲话？运动基础，其实天女的怀疑有伊的道理，我嘛感觉这件案件并无单纯。但是所有的证据拢证明是邱春花呢。卡苏代志哦，那亲像是双方爷讲的安尼，有一个人上嫌疑啦。啊，嫌疑哦？毋是啦，人是讲嫌疑，毋是嫌疑啦。知你要好讲？嘿啦，就是迄个啊，侮辱阮阿嫂迄个人啊。李金水，阿鲁，金水啊，你来啊，遮济啦，我有传一个点心要互你食呢。啊，你想的是啥物代志？哪有啥物代志啦？当然嘛是你甲我的代志啊。啥事嘞啊？讨厌。看你笑甲亲像一蕊花哦，可怜无顾我的苦心安排。苦心安排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？无啦，无啥物意思啦，我就知影。是安怎啦？你声声句句讲对我是真心真意，结果对我拢无坦白，有啥物秘密就拢袂甲我讲。我看吼，我是莫阁讲啊啦，早晚有一天哦，你会亲像对待阮阿嫂共款安尼对待我。阿鲁啊，迄是无共的啦，我就是为着你哦，唔才会，这会安怎？才会无偌春花啊啦。啥？你是讲人毋是阮阿嫂偷死的？无啦，我只是怀疑尔啦，也毋过，啊，你毋是讲是阮阿嫂亲嘴甲你讲的？迄是我黑白讲的啦，也毋过除了伊送的嫌疑上介大。阿鲁，这一切拢是为着你做的呢，你知影无？吼，你这个人有够无良心的啦！吼，枉费阮阿嫂对你一片痴情，你有够恶极的呢！我嘛是有替伊想过啊，我毋才叫伊吼去侮辱迄个阿弟啊。吼，原来这一切拢是你设计的吼！你个对，这个包天龙，包天龙的，包天龙，原来快起来走！救命啊！好兄弟，救命啊！原来要批审的人是苦。是的啊，是啊，迄天我人都无伫咧，批审是阮某袂互苦死的，所以案情拖到今仔日才真相大白。我嘛是头阵啊听阮某提起，煞家属啊拢斗相共无着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不一定，这是另外一条真重要的线索。当下是啥物人？你有何冤屈？启禀关老爷，民女叫做阿鲁，是看阿龙的表小妹，前几工啊来投靠阮表兄，想袂到去拄着因兜发生不幸，也毋过迄个邱春花，伊真正是冤枉的，请大人明察。李金水，邱春花真正是有你冤枉的嘛？花大人，这个李金水，伊根本就是邱春花的客兄，因两个人客兄伙计的关系已经有几啊年啊，想袂到伊到即马也是毋信任伊甲邱春花的关系，所以伊所讲的完全拢是白贼啦。李金水，所以你就侮辱邱春花对嘛？毋是啦，楚明只是怀疑，也毋过邱春花嫌疑上介大啊。哦，你凭啥物遐尼确定？敢讲你想要侮辱邱春花了后，为你家己脱罪？毋是啦，大人，我哪有肯为着邱春花去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啦？天下间的女人遐尔啊济，我无可能遐尔啊戆去爱一个啊！李金水，你做嘛是咧黑白讲啥？也毋紧将实情甲讲出来。来人啊！走，用刑！是，大人啊，我讲的逐句拢是实言啊！大人，你若安尼，是毋是就会当洗清邱春花伊的嫌疑啊？
到目前为止，也无任何证据会用证明邱春花是无辜的。本案仍日再审。来啊，先将这个李金水甲压入大牢，退堂。大人，大人救命！大人救命！大人，阿弟啊，阿嫂，阿弟啊，你来看阿嫂，阿嫂就欢喜啊。阿弟啊，你别怪阿嫂，应该对你无好啦吼。袂啦，代志都已经过去啊啦。阿嫂，我今日来是因为吼，我知影啦，你是毋是要问我有害死阿娘甲你阿兄无？你来相信我，我真正无害死你阿娘甲你阿兄啦。伊毋过，阿弟啊，我承认，我甲你赶出苦家，是因为我的私心。也毋过，我在想，苦家是散车啦，减你一个人食饭，就减一份负担嘛。阿嫂嘛是希望讲，你会当出去外口开创你家己的事业，你了解无？我了解啦。阿嫂，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是毋是伫替李金水暗扛？是毋是李金水伊害死阿娘甲阿兄？我无替你金水暗扛啦，你嘛知影，伊对我也不是真心的啊。亲像伊种遮尔啊惊代志的人，伊哪有可能害死你阿娘甲阿兄啦？也毋过，阿弟啊，你知影无？连咱部落你害死阿娘甲你阿兄的代志，伊都唔敢做啊！亲像伊当遮尔啊衰的人，遮尔啊惊代志的人，哪有可能害死阿娘甲你阿兄？搁再讲，即摆对我遐尔啊歹，真都搁还无赖我，我哪有可能替伊暗扛？阿娘甲阿兄到底是啥物人？是呀，你安尼雄雄公公咧找我，到底是有啥物代志？启禀大人，酷甲迄个案件可能无遐尼简单，而且迄个邱春花嘛毋是真正凶手，所以下官请请大人。话拢是你咧讲，你讲阿弟也去用冤枉是你呀，后来你又搁讲这个邱春花嫌疑上大，啊怎么？你搁讲邱春花伊毋是凶手，是呀。你安尼讲来讲去吼，我拢互你讲甲拢糊涂去啊！大人啊，人命关天啊！是啊，我知影你办案真认真，也毋过这是一个无头的公案。就算讲我要将这个案情的真相甲查清楚，也毋过怎啊要按刀查起啊？除非叫遐已经死去的人拢会用复审，将代志的来来去去拢交代互清楚。大人英明，下官拄有这个意思。你有这个意思？啊，你是讲？我是讲，下官请大人允准我阴审。阴审？毋是邱春花，我嘛毋是李金水。啊，到底什么人啊？你目睭是地裤来的，惊拢无洗目睭。啊，你伫遮咧行来行去，你毋则无洗目睭的？你家己毋是行来行去啊？啊是安怎？这间庙是你的哦，敢若会当你行，我袂当行是无？好啊，当的。哦，恁两嘛帮忙，恁一工仔无完无，逐工袂用的，一定要逐工冤家路者哟。落开啊！啥啦？啊，你是毋捌因两个哦？因两个一工都无达，足艰苦的啊！你是伫安尼话袂讲啥？对咩？对啊，他薪水也无领比人较济啊，对无？代志关键是要创啥？刚刚阮阿娘有啥物温情？温情？等下，有人来。有人来哦。大狗爷，快点开开你的原位啊！哦，小心。
成凤爷自卑为怀，下官今日准备这诉过休假，是这代志，想要麻烦成凤爷。讲到这样，真正是有够卑鄙。有啥物代志爱麻烦成凤爷斗相共的时阵，较来才烧香拜拜。哎呀，了然哦！成凤爷，寇家无头公案，下官一直找无线索，而且下官嘛无想要伤害无辜，所以下官今日想到一个办法，想要借着成凤爷的庙来做阴信。阴信，阴信。多谢成凤爷，多谢成凤爷，多谢成凤爷。可是冤魂何在？冤枉，娘，为你伤心又何必？小阿弟，你袂用接近伊的，现在袂用接啦，伊是我阿娘诶。年纪所大，你若对话徛遮面袂使。阿娘，阿娘不好，正好你来冤枉死。阿娘，你有啥物冤情？你去甲管老爷讲，一定替你收冤的啦。你唔通安尼甲我言咯？是啊，这款案件我唔捌办过。你日准免。可是，管老爷即马接办你用督视这个案件，而且有真济问题，拢无啥了解，所以我嘛请示成凤爷。成凤爷而且嘛已经应准，交你的分票来问案，所以稍等下我问案的时阵，希望你老老实实来回答。大人，你若有啥物话要问，你做你问啊。我问你，是啥物人将你毒死？明文是互我的新妇春花用毒家毒死，我的分票伫往事上会当调整。大人，请你明察，将春花依法严办。阿娘，阿娘，你冤怎无啦？阿娘，我无代志。老师，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天生异常，是啊，这恐惊是冤魂所讲话有所隐瞒啊。可是，虽然你是一个冤魂，啊，不过阴阳有别，两极互不侵犯，你是哪要隐瞒事情呢？我讲的拢是事实，我无隐瞒。阿娘，可是，老实讲，你若讲老实话，你是真觉痛苦。水啊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安尼折磨我阿娘，伊无法度忍受这款折磨啦。可啊，即摆是成王爷显圣，因为你阿娘唔讲老实话，成王爷你处罚你。小爷，你大慈大悲，你若惩罚我阿娘，你若要罚咯，你若罚我阿弟啊，罚我阿弟啊，我有你罚啊。可是，你敢知影？为着要查出你的冤情，柯阿弟抢无了，伊是杀你的凶手。即摆你有这个机会，会用替柯阿弟洗清冤情，你是哪唔爱讲出真正的凶手？阿弟啊，阿娘，这样我害你受过这久。阿娘，你去老实讲，到底是不是阿嫂下毒害死你甲阿兄的？要是迄个了解啥查某，阿斗毒死我甲阿龙的性命。阿娘，可是，是咱到即摆勇敢的忍受痛苦，一直讲邱春花伊是凶手，你到底是咧暗号什么人？我无得暗号什么人，我讲的拢是事实的。阿娘，来，我免将柯阿弟扶入去庙内。惨啊
甲这声阿弟啊吼，无死哦，我看吼，剩半条命尔啦。我muốn讲吼，阿弟啊，这个囡仔本性嘛是真善良的。哦，既然去为着伊养母，甘愿受累积之苦呢？对啊。这若要怪哦，该怪天理啦。是安怎要怪我？你莫伫遐咧黑白讲嘛。若毋是你哦，替春花发冤，讲凶手毋是伊，那呢就免野心阴魂啊。天女啊，人的运动哦，讲了完全正确啊。连迄个考试吼，嘛声声句句指认春花哦，都是毒死伊的人呢。但这个案件内底有啥物疑点啦？无错无错，规场好好，我嘛是安尼想咧。嘿，天女啊，一、两、三票对一票，我看你这写100面书。雨水拍窗，滴滴有声，情泪滴落你敢看无影？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冷冷无情不知感觉。雨声擦阮几落年，失恋的人有失恋权利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，伤心事用唱歌袂记。你心内的女主角我珍惜。一出戏我啥物地位，全心全意甘啊半点会当感动你，我到底输因倒位，为你伤心又何必，为情艰苦又何必。卡拉 OK 唱落去，管他伊几暝，管他风雨。